车民众除了爱定期检验，这驾驶桶上好是爱放伫咧通风未曝热的所在，也建议政府会当强制来安装自动驾驶警灯器，确保安全。窗外闪出一道白光，规个窗仔拢咧震动。新竹的便当店爆炸，初步判断应该是驾驶桶的管仔破去，搁去碰到过电的所在，出火起才会发生意外。专家表示，桶装驾驶比空气较重，若是有漏出来，较会沉落积伫咧遐。若是搁开电会用电，就可能会爆炸。一旦里面的瓦斯超过这个爆炸范围，而且量很大的时候，第二天一开门，不小心去开这个电开关，它会产生电弧光，也就是说会有引爆的这个火源的话，它就会瞬间引起整个房子里面泄漏的瓦斯产生爆炸。大楼空板喷去大楼顶，惊到过路人。有专家表示，天然气管线拢有做开关，业者拢会去注意配管的压力。不过，若是桶装驾驶，都要家注意，建议当离较低所在装驾驶监测器，也要注意通风的问题。桶装瓦斯会泄漏跟天然瓦斯会泄漏，不外乎第一个就是你本身的配管配线嘛，有没有腐蚀有没有定期的更换，有没有被老鼠咬过。第二个就是它今天炉具有没有问题。当然，像瓦斯桶，我们就建议你不要被阳光直射。消防人员搭分推，甲民众救落来，一时无细力，常常拢会搁去影响到厝边隔壁。专家建议政府考虑强制桶装驾驶爱装自动驾驶间断器，然后漏出来也是倒去，就会自动切断，避免类似的意外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股昨起201点，收伫咧44704点，台积电是收伫咧2305块，因那联发科、大立光嘛拢是起价进步。今仔日开盘这台股是以44581点开出来。不过外界嘛咧关注这礼拜美国的 CPI、PPI 数据，甲6月17这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敢会去影响到咱6月的股市表现？台股起落真大，伫拜一创下历史上第3大收盘落点了后，隔天找到随个回升，若收复44000点的大关，盘中捌上悬冲到44821点，总场收伫44704点，大起1201点，款台股差不多全部走悬。台积电收伫2305，联发科、大立光的股价拢起停。市场重新上准 AI 题材时阵，苹果嘛伫 WWDC 大会提出上新的 AI 功能。What was that dessert Maria mentioned recently? Siri's searching across my phone. And pulled her message right into the conversation. 苹果发布新一代 Apple Intelligence 平台加 Siri AI 宣告 AI 进入重回轨道。市场分析认为，为传统的代工组装供应链，各到半导体业拢同齐影响。如果苹果它作为一个顾客通路，它可以再扩展它 AI 的这个 token， 我们就讲 token 的使用量，这个反正就是回到算力的问题。无论它是在 Gemini 有用了多少，或者是 Apple Intelligence 自己用了多少，这些算力还是全部是台湾做的。阿股嘛同步起价，日经指数重回65000大关，收伫65416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起612点，冲上8096点。专家提醒，这礼拜特别公布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两大重要的经济数据，因为油价也维持真悬，市场预测 CPI 可能会超过4%。假设在能源之外的一些其他物价面向有更广阔性的一个扩散，通膨扩散的话，那也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市场的情绪，因为市场会认为联准会今年降息无望，甚至有可能要升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6月17上场的 FOMC 会议，会由新任主席华许头一届主持。外界关心敢会释出新的货币政策信号，抑个未来降息的步调敢会出现变化，这是影响未来金融市场。记者采访报道。有外国媒体报道，针对台美贸易谈判，讲到咱台湾是当咧考虑要进一步来管制关卡的 AI 晶片输出去中国，甲美国的措施保持一致。而且这消息是指出讲，限制 AI 晶片出口的对象，毋是干那中国华为这寡黑名单的企业，是扩大甲所有中国的客户。一旦落实，未来会当对也未授权，就将晶片输出去中国的行为来追究刑事责任。针对这个消息，咱的经济部表示，台美会继续来协商，也会加强台湾战略式高科技产品的管理措施。
另外来看，咱的副总统萧美琴去访问友邦帛琉，参访马拉卡岛的开发计划。咱台湾的团队是打算要甲当地公园打造做新的观光地标。另外，萧美琴嘛有去参访国家水产中心，来了解台湾的技术团队伫咧当地养殖成果，希望会当兼顾到生态甲经济需求。日头光照在帕劳美丽海面，这片美景一向是国际旅客度假天堂。即摆咱台湾甲帕劳合作，要甲观光自大海伸到陆地。副总统萧美琴访问帕劳，去视察外交部营办计划重点的马拉卡岛开发，由咱台湾细鱼工程规划，要甲长堤公园变作是观光的新地标。当人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它会是帛琉的一个新的门户客厅，并且在海岸旁边。那看到目前比较简易的一个游泳啊，还有排球场，将来我们希望它会是一个最浪漫的一个景点，而且是一个 landmark， 在星空底下呈现美好的夜景。除了打造陆地观光景点，台湾甲帕劳联手手工纳实经济。副总统萧美琴需要去到国家水产中心、甲五亚杯保育中心，关心咱台湾技术团队长期以来养殖成果。未来唔那照臭大甲沙白鱼，也会参照在地需求，兼顾生态甲经济。今天早上不管是长堤公园，现在我们世溪工程团队有一些对于未来的相关的规划，那这些规划也会持续跟当地的居民来做沟通也要确保它是符合在地居民的需求。协助友邦伫生态保育甲电发展之间创造永续双赢，为期5日的别营专案就要告一段落。台湾透过工程甲水产技术加深两国邦谊，也互全世界拢看到台湾甲帕劳的交流成果。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包含六区、甲仙、南马社、武林，也有桃园这5区，今仔日游园拢是停班停课。来看云图，这波方面虽然这2天会流往南边刷到巴士海峡，不过拜五又会走转来影响咱台湾，这雨打算是会落到后礼拜1、拜2，尤其中南部地区甲华东山区的雨会落上大，嘛要注意会透强风。咱继续来听气象署详细的说明。明天这种西南气流的情形会有稍微减弱的状况，而后到了周4、周5左右，锋面有进一步南移到巴士海峡的情形，所以在雨势上面，在明天白天过后有相比今天比较减缓的状况。不过还是要注意，在中南部和花东这一带，还是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降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明天晚间之后呢，一直到后天的白天，这样子台湾附近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偏向西南风影响，而且整体的水汽都是比较偏多的状况，所以说雨势虽然有比较减缓，不过各地还是要留意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山区的降雨呢都是比较连续的，土质的含水量也会比较偏高，所以山区的土石可能会比较松动，有一些坍方落石的情形。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好，昨在高雄的风雨是真大，伫咧凤山就因为落大水雨，这车路是发生路面崩塌。因为伫咧恒春是有民众翕到风车头甲物件吹甲四界飞。另外，台东往南市的船只也因为天气的影响，这规只船是拢海甲真大力。用交通笋围起来，这个坑差不多有3米长、2米宽，而且就伫咧大路边啊，住户是拢惊一条。当然吓一跳啊！爱烦恼的，怎么不会？生命财产都在这里，怎么不会烦恼？高雄凤山区福安二街，那像因为连续几天落雨，加上前几日有施工单位误讲，车到早起7点外，点啊加路破一坑乌啷啷。他们因为有处理污水的情况，那这2天都有来做施工，有可能有打洞或是打地基，我们不知道。市府研判是地下垃圾水的管线破去，地势路基流失才会崩去。会先灌浆，再搁砍铁棒。受到主流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高雄雨是落几天，6区的山区都咧落雨啊，阁有18个人去遐撩溪抗石壁，买手去警方扣坑离开。本辖梅雅谷地区发现民众在该处溯溪攀岩，经灾害变中心及警方在该处合计劝离18人。屏东沿海袂输咧做风台，乡村有民众翕到车路有物件，去互风扇甲四界飞，海沙部插旗啊，写禁止入去。屏东东流线民营船这2天敢若车到早起有一帮船往回，袂少游客甲居民拢早早就去搭船。
本身就住在岛上，台湾也没有其他的住宿的地方。因为毕竟什么都定了，然后也没办法退，然后感觉至少能过去，先以能过去为主。台东往回兰屿的船帮嘛，因为天气受到影响，在赛季甲兰屿开关港进前，规只船都害得真厉害。山有没有都被那个烟雾覆盖住了，那陆地上都积水，然后下很大的雨，已经不容易了，再加上大雨，然后风这样，哇，进船就更不容易，哇，险象环生啦。台南嘛，伫咧第沿市中港湖景市的范围内，找到早起黄金海岸的风影明显增强，尾仔嘛拄着学生下课，镜头国小边仔的中义路出现积水，水有甲大人骹目的悬度，有的骑车的家长规气都来顾牵的。汽车的速度嘛放慢，互交通大塞车。落大雨，互上下班、上下课变甲真无利便。要等好天，恐惊阁要几夜工。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副伤寒的确定病例，这个案最近拢无出国，感染源也未确定。疾管署表示讲，副伤寒有可能会透过洗热，也是呼吸来污染到食米甲水，感染了后会发烧、起夹啊等等，较接会发生伫咧卫生基础设施较无好的所在。咱台湾嘛，干那几个个案尔。今年头一个副伤寒本土的个案，是一个住伫北部50多岁查甫人，最近无出国，5月中出现发烧、头壳痛、规分数酸痛等等的症状，去诊所互医生看，3天了后症状还是无改善，搁一摆去看，才确诊是副伤寒。卫生单位、鼓励家庭甲工作场，拢总有8接触者，加在验拢是阴性。要预防副伤寒，需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和手部的清洁。饮食卫生方面，食物应该要充分的加热煮熟，饮水应该要煮沸或使用瓶装水，生熟食应该避免放在一起，造成交叉的污染。疾管署指出，副伤寒是由副伤寒杆菌引起肠仔无爽快的传染病。食食甲水若去互患者的排泄物污染，另外一个人去食着带这种细菌的物件，都会去互喂着。亲像患者若是处理食食、煮食，都有可能会污染食品。而且呼吸嘛是传播的媒介，提醒民众都要注意食食的卫生，甲接洗手。另外，国内嘛出现今年头一个日本脑炎的病例，是一个住伫嘉义民雄60多岁负责人，因为发烧烧甲唔知人，送病院了后确诊，目前还伫住院治疗。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疾管署嘛，监测到国内新冠疫情伫咧最近这3礼拜有加悬的趋势，全球的情形嘛同款。其中东南亚的病例增加的情形上介明显。提醒民众，若是出现呼吸道的症状，都要挂喙罨、接洗手。高风险的族群会当注疫苗来降低重症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个什么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去年底3读通过停止考军公教年金，统一回溯到2023年的计算标准。对去年12月28到今年7月31应该补发的金额，上班8月初1完成补发。再来看《自由时报》，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目标要打造亚洲无人机产业中心，要成立无人机产业的国家队，也推动6档442亿的产业发展计划。另外是《联合报》。台美贸易协定开放美国的土豆零关税进口，虽然还未开始进口，不过芬林的土豆一支族已经落价1公斤落到30外块，比去年减少3成，创下10档来的新纪录。或者土豆落价有半箱，就讲有可能是预期心理所带来影响。批评农业部拢无对策，因为农业部是呼吁业者无应该趁这个机会甲继续压价，而且嘛，要讲要来辅导协助农民，也有推动本土的土豆标种。下礼拜5是51个店内因看到藏叶啊、香菇、虾米、咸两钱各种材料，80零分食材之一的土豆也一定爱护，为包容低分保存分散，避免黄壳毒素。头家讲，今年消费见效甲往年差不多多，波动不大。民众他还是希望买本土的花生，那大部分以零售价格还是以本土花生为主。价格我觉得目前应该是还不是会跌啦。
消费者这边的土豆价格无变化，不过产地说明显落去。虽然美国零关税土豆还未正式扣关，进口时间也还未定，不过这个月陆续采收的混盐以及土豆，大壳的价格差不多每台斤30到35块。比过去平均45块，落差不多2-3成。盘商指出，目前依然有库存，才能保守应对。库存多少，大家都心知肚明嘛，只是你政府不认为会跌而已嘛。本来就是预期心理，我不知道领导他会开放嘛，可是我们应该觉得明年会开放嘛。我们现在有库存压力嘛，我们也不希望农民那么低去卖，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也怕他不中啊。盘商强调，无可能降低低价销，若好农民无想要搁种，长期是家己甲规个产业链。不过农业部回应，美国零关税土豆还未进口，呼吁盘商唔通低价收买。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零关税的美国花生进口，也希望说这些业者不应该去用这种借口来压低价格。如果品质稳定的话，那后续价格应该也是会稳定的。油商批评早伫1个月回进前就有车绩效无够理想，不过政府毫不作为。不过农林署认为初期土豆可能受后影响绩效才偏低，佮强调政府尽力辅导佮协助，佮会推出台湾土豆标章，奖励业者使用，来区隔本土佮进口的土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咧台南市沙白鱼当日欠货，有店家无鱼仔通卖，规气先休困5天。就连小卖介绍一块沙白鱼肚嘛卖价120块。渔会表示讲，因为饲的数量减少，搁再加上天灾甲欠水的冲击，预估到7月这产季的时阵，供应就会豆豆的恢复。落雨天来食一碗烧火火的鱼肚汤，台南人上爱食这味。不过，安南区真有名的点心搭林家肉色饭，历前煞因为买无沙白鱼，就安尼规气休困5天。消息一出来，有侪民众认为这是台南的国安危机。店家找到总算恢复营业，嘛有人排队等要买，会当看出沙白鱼伫台南人心中的地位。事实上，鱼贩啊无奈讲，整体的供货量减3成。听因讲是鱼仔起价，佮加上鱼仔少，所以因无法度抬嘛。因为鱼仔少，自然就变价销较悬。因若无爱起到咱这个价销的，因干那就是人休100码无抬。所以我变成我无鱼仔会当卖。再继续涨的话，我们也只好要调整一下，因为真的是撑不住啊。到底为什么会欠鱼啊？台南市区渔会指出，除了季节性的欠货以外，养殖环境改变嘛是关键。这几冬受到鱼电共生的影响，鱼温啊放养的密度减真侪。维稳组改去饲南洋台啊，去年风台造成灾损复原慢，佮加上今年到达欠水，鱼灾大袂起来。因为这会打击产地绩效，对去年达台斤50块，起价75至78块。源头货源短缺，然后再加上那个七股那边大面积的种植光电，所以很多养殖的数量变成减少很多。台湾鲷你放养比较多，虱目鱼就变成有的池子就放的比较少，所以今年就是造成虱目鱼就会比较短缺，又加上今年雨水比较短缺，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会造成空窗期。这个鱼仔危机是养殖结构调整、极端气候和养殖面积缩减才安尼生。有业者讲，这阵真沙白鱼肚一片卖到120块已经真正常，那伙食较好的甚至爱90块以上。渔会讲近来落雨，加上过冬和开春的沙白鱼，通豆豆变大只。按算7月供应量通回稳，市场价销就会当平稳。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镜头换来看，北爱尔兰发生一个拄啊得到难民身份的苏丹籍查甫人亚德啊攻击人的事件，这就引起反移民的示威抗议。警方表示讲，初步判断这案是甲恐怖攻击无关系，包含英国首相在内，嘛拢呼吁民众爱保持冷静。民众放火烧巴士，烧到甘拿村谷界。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街头有大阵反移民民众伫路里放火烧粪扫桶甲巴士，制造动乱，造成北爱尔兰真侪所在交通袂通，受到影响范围是愈来愈宽。官员也呼吁民众爱冷静。I think for today, the main focus of all of us, certainly collectively, standing here together today, is to appeal for calm.
这波动乱起因就是七月半暝啊，一个有难民身份的35岁苏丹的查甫人，伫咧贝尔法斯特街头举刀啊伤害一个45岁查甫人，造成受害者目睭甲面、骹只片拢重伤。当下有民众站出来阻挡，这个凶手也已经被警察逮捕。不过影片煞伫咧网络顶传开，英国伦敦也发生反移民的抗议，有数十名极右派民众找到发动街头示威、画口号，还有摕对警察不满的标语。He is in custody, and at this time we are not seeking anyone el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vestigation. And what is believed to be a kitchen knife was recovered at the scene. 根据北爱尔兰警方消息，这查甫人2023年对巴黎去到爱尔兰首府杜贝林，了后去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摕到难民身份，会当留到2028年。目前北爱尔兰警方已经列做重大事件，初步排除是恐怖攻击，详细原因搁来调查。All that we know is that he was given leave to remain. Well, I'm sorry, but we're giving out that sort of status. We're dishing it out like Smarties to people we haven't properly checked. And I very much doubt whether this man should have been in Britain at all. 英国首相施凯尔批评这事件恐怖死亡惊吓，北爱尔兰5大政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暴力，呼大众停止分享作案影片，以免对受害者家属造成第二届伤害。因凶手目前谋杀未遂等3项罪名，车闸出庭受审。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德州有传出牛仔囝感染到新世界内旋后新期的案例，已经出现5例啊。德州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嘛设立24点钟的通报病例专线。因啊，加拿大就宣布讲，过去21天内捌留伫咧德州的精神啊，即马拢先暂停入境。And today, just a couple of hours ago, we had an additional confirmation in a goat in Gillespie County, Texas. 美国德州南部已有3只4只牛仔、1只4只羊仔，还有1只大蹄的新墨西哥州的狗仔，靠到全身出寄生，引起牧场主人尤其饲牛户的惊吓。美国农业部甲德州政府7月开记者会，海报社对螺旋形开战，宣示消灭后神的决心。Pets like dogs and cats with outdoor exposure and untreated wounds need close monitoring as well. This is a highly treatable condition if acted upon quickly. 新世界螺旋形是一种严重的害虫，伊会伫温血动物开放性空喙，也就是黏膜顶缘生卵，孵了后会有虫蛀。专门食宿主的血肉卫生被叫做食肉蛀。若无及时治疗，可能致使动物死亡。真少数情形之下，因为也感染。早伫1966年，美国就已经宣布成功禁毒新世界螺旋形。敢若伫2016年伫佛州陆军之间对战爆发，即摆美国佫出现，互农业部门是高度警戒。My simple objective is to get more sterile flies. So right now, the original plan is to be able to have phase 1 of more airbees to be finished in November of next year. That would bring us to about 100 million sterile flies per week. 其实早伫2014年底，墨西哥就已经发现这种河神。今年2月开始，德州开始伫南部投放未生的港的河神，可以去港野外保护河神交配。安尼做是根据美国过去的经验，不过即马看来成效不好。特别注意是，这种介意伫15度以上温暖调适环境的寄生虫，干会寄生伫活牛这精细身躯，未对肉类水果有影响。就算为着美国已经有10几种政府批准的药物应用来治疗，不过连续确诊也互德州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去年为美国进口55万只牛的加拿大也宣布封堵措施，暂时禁止过去11天内8点伫德州的家庭入境。公司新闻，洪图梅报道。2016年世界杯卡球赛要伫咧美国、加拿大甲墨西哥来举办。这比赛咧要开始啊，说是传出伊朗的代表队因为签证的问题，这训练基地就来改去墨西哥。也一寡教练团甲行政人员是到达拢无法度入境美国。伊朗国家卡球队伫咧因在地时间初7到墨西哥蒂华都展开2026年世界杯备战。不过，目前有真侪重要的教练团，还有行政成员无摕到美国的签证，包括领队、执行总监等人。سلام خدمت شما. اول از هر چیز خیلی خوشحال هستیم که بالاخره تیم اومد و از این بابت خب خیلی خوشحالیم. خدا رو شکر شرایط تیممون هم خیلی خوبه و خب
因为签证甲入境限制问题，伊朗对甲训练基地改去墨西哥。结果目前安排，伊朗3场小组赛拢伫咧美国进行。不过球队必须伫咧比赛迄天飞去美国，比赛了后才搁倒转去墨西哥。伊朗官方就批评美国无依照规定核发部分的签证，已经影响球队的比赛。伊朗外交部阁讲，这可能是历史当中上互人政治化的世界杯之一。红分伫咧居住的伊朗、甲纽西兰、埃及、比利时共组。头一个比赛是伫6月15伫洛杉矶和纽西兰相战，这是伊朗第6摆进入世界杯决赛。不过到今也无突破小组赛，场外风波敢会影响到战力，嘛互人真关心。另外一方面，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总统谢恩鲍姆7月伫咧墨西哥市举行授旗典礼，甲国旗交予国家队，以鼓励球员以国家的荣誉为重，而且毋望球队会当阁重现1986年主办世界杯落入去8强的好成绩。墨西哥队嘛伫咧6月11和南非相战，为着要互抢无也是无够钱买决赛门票的市民会当斗阵参与。美国纽约市长嘛宣布要伫咧纽约中央公园大草坪举办免费看比赛 party， 会当钱5万的球迷，其中2项名额要保留予非营利组织，也是纽约市的志工。这摆世界杯另外一个重要的考验，就是公共卫生。预计会超过650万的球迷为100外个国家来北美看比赛。乔治城大学健康安全作战中心已经成立团队，利用血水监测、电子病历，还有社群媒体资料，追踪潜在疫情的发展。专家嘛特别关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最近出票病例有增加，还有可能对旅客传入来天狗热、甲屈公病等等蚊仔造成的疾病。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看世界。美军展开攻击，回应伊朗甲因一只阿帕克直升机拍落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虽然因的飞行员平安无代志，不过也是爱强硬大力来回应伊朗的行动。秘鲁初次举行总统大选的第2轮投票，现任做派的国会议员桑杰斯，目前留赢过前总统的查某囝定心会主，如果开票就要过2礼拜才有结果。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病毒传染1个月至少造成100人死亡，也因为当地民众无信任，佮有武装团体冲对是影响着防疫，甚至即马病毒是已经传到乌干达去啊。再来关心日本甲菲律宾是针对经济海峡 EEZ 来进行协商谈判。中国算是来得了乱，伫咧台湾的东部甲3只北国的货船砸落来调查，落尾是去互咱的海巡公布甲赶走。咱的外交部强调讲，中国是无权伫遮主张执法权，因日本也讲，干那限定日本甲菲律宾未去约束第三方。这里是中华民国台湾专属经济海域。中国没有管辖权，我要求你立即离开。中国国务院用集会谈判做理由，海警甲海事船侵扰咱东部海峡，海巡署提早部署舰艇专程并航监控，期间发现对方捌对3只经过他国正常货轮版本，包含初次伫哥伦比亚西南边39海里中国海巡控制对身下无籍伊轮新闻进出港甲中原人数，车港伫守护东边34海里新闻内比瑞亚籍 S 轮，同一港伫3条甲东边33海里呼叫8人级 A 轮，面对中国利用破坏地带侵扰甲人质作战。因做管辖权继续，海巡表示拢会处理。There is no need to respond broadcast of Chinese government vessels. 目前经过咱海峡船只拢正常航行，无互中国公务船定检逼近干扰。外交部也针对日本甲菲律宾未来可能展开专属经济海峡 EEZ 甲大陆专属大战外界谈判，向日菲两国政府表明立场，包含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甲国际司法判例双边条约或者是协定，敢若对缔约国有效，对第三方权益无造成影响。第二，日菲应该顾虑咱甲相关海峡权益定大事实甲权益，甲咱保持沟通。第三，2013年代志渔业协议、2015年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等，拢继续进行相关海事基地也继续交流。外界部分言论将专属经济海域划界以及与领土、领海主权混为一谈，不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实务与事实。中国側の行動の背景についてですが、これは我が国として説明する立場にはありませんが。いずれにしましても、日本とフィリピンの間で、海洋境界画定に合意する場合、そのような境界画定協定というのは、協定当事国である
日本及びフィリピンの権利義務を定めるものであり、第三者を法的に拘束す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国際法上も何ら問題はありません。中国海警局伫6月初宣布，伫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巡查，7交由交通运输部宣布进一步扩大行动。对中国抗议行动，日本政府表示继续监视警戒，不过因为为安甲服务考虑，无进一步说明相关细节。记者综合报道。咱的陆军昨伫咧台中的嘉南海堡来进行重炮射击，不过数一粒火箭弹发射了后就落下来。陆军表示讲，中科院会来进行相关的分析。另外，伫咧台中的内容营区也来进行陆军突击兵干部训练班的机会检测，这学员就要派40公斤重的装备入去山区来进行模拟演练。伫火炮声中，真一粒火箭弹尾阁有火射去海面。陆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展现强大火力。初到透早伫台中嘉南海沙堡展开重炮射击操演，出动雷霆2000，拖射飞弹车顶火炮，驶向中国两侧兵力想要进犯中部地区。上台各组雷霆2000拍头阵，搭载180粒 MK15火箭弹，攻击射程有15公里远，建构正密的火网。就那是雷霆2000让7年，搁再伫作战地实施实弹射击，正做操演的特点。无想到所发生其中一粒火箭弹，好亲像无发火，飞几落秒就落来。那可能是在第2段，在火药发火的部分可能有相当的问题。那我们目前中科院的同仁正在分析研究中。我们是前一日才到阵地做相关的阵地的准备，所以对于我们的准备时间上是比较仓促的。同款伫台中国关山区利用营区展开陆军突击兵的机密检测，所有人全身武装，派35至40公斤重入去山内。陆军突击兵干部训练班，互人当作是国军硬汉养成班，一年开2期，有14礼拜正硬斗的训练，培养学员爱有山地作战、渗透突击、特种搜查加声电战的能力，一旦坚持到最后的，拢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当年拢吸引真侪官兵报名挑战自我。为期10天9夜的陆军突击兵期末测验进入最后一周，学员克服恶劣的气候，抵达山区之后呢，就地取材，利用帆布以及石块及树枝，迅速的搭建这个隐伏区。警戒人员在进出入口的地方做砍制跟控制，有相关的敌情，然后立即通知，马上做撤离。拄到黄山河方面较为山区环境真歹，检测的难度加1倍。学员唔惊风雨，驾驶稳状区进行演练。教官阁会随机指派每一个学员轮流担任小队长，验证个人领导统御，也有战术规划能力。他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让部队保持最大的战力的话，这个部分也是会让学员退训淘汰。为上起升21人，采用考核严、淘汰严，敢若剩13人进入最后1礼拜的检测。学员的信心瓦近极限，也是起劲加严，一定要摕到代表英语的突击兵徽章。记者采访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台中大雅一间金属公司长期非法来排放有重金属的废水。这环管署中区环管中心是对查落去发现讲，这间有废水储存许可的工厂，透过暗讲，把这重金属的垃圾水排去后壁沟仔内底。台中检方最近已经侦结，把这负责人提起公诉。检察人员孙广线伫这间工厂后边的排水沟采样，当场抓到这个无经过核准的排放口，流出无经过处理的金属加工垃圾水。这个足轻的，做这个电啦，你若开个遐灯我杀去叮当。这间伫台中大雅金属公司虽然领付废水滞留许可，不过业者说是疏泄管线用细流排放的方式，将金属加工废水直接排入排水沟啊，了后确保不实的废水量加污泥量来安看缓刑。它的废水处理设施呢，都有一些久未操作的迹象。它废水偷排的那段期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水质监测器呢。它的 pH 值都是偏低，而且那个导电度的浓度非常高。检察人员将废水采样送验，结果显示含有真侪含重金属，其中汞的浓度超过37.5倍，另外氟盐也超标9.6倍。这高浓度的重金属对人体甲生态环境都有真大威胁，就算无直接食或者是接触，也透过食物链影响健康。拿内的铺路之后。
它就会第一个会容易造成过敏，第二个就是有可能的致癌的这个情形。佛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它会去取代钙，所以呢，你佛摄取过多，骨头的钙就会流失。黄冠树表示，虽然废水是排入工厂后边的灌溉沟啊，不过台中市环保局队长，这水无流入去田内底，农作物暂时无记录。业者表示，确实真侪摆避法，目前已经完成改善。因为对于环保的知识不足了，目前已经申请好排放口了，那个水处理的许可、排放许可都已经申请下来了。台中地检署最近侦查终结，依照违反水护法将负责人提起公诉，为2019年到2025年被动不法所得541万元，被依法没收以外，欠的水污染防治费用也拢要交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推动集中烧纸料的政策，不过这纸料煞是囤甲拿山，根本就烧袂起，甚至有的已经放甲生菇。而这议员也发现讲，这民众过往火化了后，无扣入去黄金甕仔的这幼骨啊，竟然是交予环保局再去甲粪扫放做伙。议员就要求市府爱随改善。已经到了谷底。规个站坑场内底拢是单要化掉的金纸，毋但已经塔甲天崩悬，有的嘛已经放甲生菇卡地毒死。台南市议员林彦竹讲，市府为着环保，即个推塑纸钱集中烧，包括庙市、拿骨塔等等。今年敢若清明都有350栋的金纸要烧，不只个台南的纸钱专用炉，一天上最少敢若会当烧14栋。金纸烧透袂去，甚至有过年拜拜金甲单也袂化，民众听到拢讲实在伤寒。差不多一礼拜左右小小的，安尼较合理啊，无你也放遮久着，人迄个无意义啊。你若无够人吼去处理这吼，一开始就唔通捡做伙啊，吼，阮家己去烧就好啊。啊，伊这你清明金甲我放甲变过年。那金纸即个亲像山，议员烦恼可能到7月半普渡嘛烧袂完，也有先人火化了后的骨头区，民政局甲无扣入金刀红的骨油啊，交予环保局处理。毋过落尾煞是再去甲粪扫水沟啊土放做伙，议员去噗噗讲，这款做法有谁会当接受？民政局你爱甲伊扣互清气，你无你就甲加做护肤，啊了去甲树葬做伙，放做伙，这才是吼。对人道的一种尊重啊，无即马唔是啊，即马就是甲你淡落甲，我相信讲，咱的家属人安尼，你会感觉哪？之前专炉园区大概还有150公吨的一个库存暂存，依规划呢，将在6月底前烧化完毕。那至于未入瓮剩余遗骸的处理，民政局呢将另觅专区来进行一个处理。市府强调，未来先人骨头区要搁交予环保局处理，而纸钱集中烧的部分，会伫6月底进前处理好势。南庄公墓殡葬专区嘛准备要正式环保金炉来倒烧。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超雄台南采访报道。中东的局势影响到国际油价，咱的交通部是推动稳定票价措施，包含公路客运、国内航空等等大众运输的票价拢暂停起价，要对3个月延长到6个月。另外，计程车油价补助嘛，搁加9000块，一台车上侪补助15000。中东的局势继续冲击国际油价，交通部推动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包括公路客运，也有国内船只、甲国内航空车的大众运输的票价，当起对3个月延长到6个月。另外，亲像计程车，也就是海亚，这油价补助对每一架上悬6000块，提悬到15000块。计程车油价补助要从6000加码到15000，怎么看？是最好啊，当然有影响啊，那最好啊。因为有一寡海亚运将就怨叹即卖油伤过贵，影响到因的收入，肯定政府愿意提悬补贴。若海亚油价补贴方案是维持每一日会使补助5块，申请的期限就到8月30日。若补助的额度是会使一直使用到今年底。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对于所有的公共运具的部分都有做这个协助跟补贴的这个动作，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提高到这个15000块。年底指挥完毕，其实如果按照这样子换算的话，一天一个司机必须开有200公里。这个运价调整是因应这个时事跟现在物价波动的调整，那不应该绑架在这个补助上面。
职业驾驶团体虽然肯定提悬补助，啊，毋过嘛烦恼，政府敢若甲海牙斗3天，有可能会造成其他亲像游览车、货运车，还是其他租车等等行业的倒单，强调合理调整运价是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外送平台 Grab 今年3月宣布要甲台湾的 Foodpanda 买落来，但公司的高层嘛提出3项的保证，希望会当顺利甲 Foodpanda 买落来。毋过，这外送工会就发表声明，反对透过收购来独占市场的做法，也呼吁主管机关来严格来审查。青色的车伫咧大路安尼拍走，早就是东南亚逐工拢看会到的。跨国外送的大公司 Grab 大动作伫台北召开记者会，展现想要入来台湾的决心。高层看起来嘛，真正是有准备哦。我们的3大在地承诺 ，Sorry, take me a long time to practice this. These are what they can expect when we launch in the market. The goal of a commitment is for our partners to feel protected and supported, so that they can earn sustainably, work safely. 强调会遵守台湾的规矩，提升服务品质。毋过，伫咧5月底 ，Grab 才起入立委质疑，因兜的 App 竟然有出现伫台湾服务的版面，定位是咧偷走。这个评估案嘛，互真侪外送员抑个店家是非常的不安。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就发声明，要求公平会爱用上严格的态度来审查。我认为说，现在在台湾的状况有没有可能是当初 Uber 想要买下 Foodpanda， 但买不到，所以目前借由 Grab 去绕开台湾的监管，那重新去购买 Foodpanda 去进行操作的动作。另外，外界烦恼 Grab 会甲中国华为的地图来合作，会有治安的风险，甚至造成咱国安的问题。Grab 强调已经委托台湾独立的治安顾问，确保伫台湾的营运全部符合台湾的规定，也有主管机关的要求。我们依照我们审查的规范，那当然一个结案可能有涉及到各方面问题。那我们主轴还是在竞争的部分，市场竞争的部分，造成市场竞争受到减损的这一部分，我们做审查。这评估案是还未完成，细节还阁要继续讨论。若说落来，Foodpanda的外送员的权益，Grab回应伫咧转换期会互大家顺利来对接，尽量减少对外送员收入的影响。敢袂使真正化解外送员的几率，就要阁继续观察。若对着基层来讲，上界重要的嘛是饭碗敢芳的在啦。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有一间国小的英语老师是用台语相同的发音来辅助英语的教学，想袂到有家长向学校来关心，过无几工啊，这老师竟然阁互家长来检举霸凌。因为学校是背回讲霸凌的调查，甲教学是无共款的代志。嘉义市一间国小英语老师用台语相同的发音来辅助英语的教学。学校的教务主任接到家长的询问了后，原本是希望老师提出说明，互学校会当向家长来回复，却引起老师的反弹，认为学校打用母语来教学。我想要了解，所以我有请教老师，讲你上英语课时用啥方式来教，我无讲莫讲台语这件代志，我是了解了，甲要回复家长。代志也未解说清楚。同一位老师，佫去互家长向市政府教育处检举有霸凌学生的代志。教育转型正义联盟的调职人就伫面册来发文，质疑老师是因为用母语辅助教学才去互针对，这敢是校园白色恐怖？不过学校是表示尊重老师的专业，两件代志并无关联。第一就是家长无了解老师安怎用台语来做教学，第二点就是讲，咱和老师沟通当中，可能互老师误解学校的想法。咱学校要用啥物语言去教咱拢诚自由，所以无一款讲上课一定要用他种语言来教。学校指出，霸凌的事件一直有协助家长甲老师好好沟通，但是最后家长也是向教育处来投诉，所以才会配合定时召开校园事件处理会议。嘉义市教育处嘛回应，会了解家长投诉的内容，配合学校审议的结果，才法定定时来办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即马 AI 咧发展，学生囡仔若是心情无好，根据调查有60%拢会找 AI。有调查团队就呼吁政府除了要推广 AI， 嘛应该重视互学生伫咧生活当中建立健康的甲人的关系。即马 AI 正咧快速发展，生活上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会受到 AI 影响。
新竹天下有针对各小甲各中的学生去做学习甲生活的调查，发现学生感觉拄着困难，佮无人通斗相共。有这款感受的，自旧年的6%到今年已经增加到23%。若心情无好，学习无顺利，敢若4成各中小学生会找老师，有6成会找 AI。当你心情不好或是有秘密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想到谁？当然，第一个值得庆幸的就是有差不多1/3的还是会先去找朋友啦，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然后第2名其实到今年就是没有人，我就要自己来消化这样子。那但是我们看到 AI 啊也跃升到有5%，还超过爸。调查连续3年追踪，嘛发现学生感觉压力大的状况嘛变愈侪。有47%的学生感觉压力真大，有43%无介意去学校上课。有校长表示，虽然这个结果甲伊伫教育现场甲囡仔互动的感受有真差，不过也会当理解，亲像学生对家己的面容有焦虑，也是人际关系的问题。确实甲 AI 讲，会互囡仔感觉较安全、较无负担。确实是一个警讯，因为你看 AI 它24小时在线嘛，然后立即回馈，而且给予满满的情绪的价值。那如果孩子不擅长于跟人沟通说话的话，他又有隐蔽性，他一定会选择跟 AI 沟通。也那心理师也指出，凌晨的经验也发现，囡仔逃避上课，甲伤害家己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甲人际问题真有关系。调查团体认为，学校老师是学生伫 AI 时代会当经营真实关系的存在。嘛，呼吁教育部除了推广 AI， 嘛要互学生会当伫真实世界会晓处理人际关系。记者郭友基、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台湾的音乐学者李德勇是日起部落来收集原住民的音乐，嘛编译真济古典的音乐。即摆公司嘛有甲纪录片的团队来合作拍一支纪录片，合作独奏者之舞，讲出李德勇的故事。制定歌谣。这次赛写101这歌谣是台湾音乐学者李德阳伫在生的时加入原住民部落亲身收录音乐的过程。李德阳的老爸伫白色恐怖时期，互人枪决，尾啊李德阳嘛互人替下开始自学，世界收集台湾各地音乐。大公司有甲李德阳的故事翕做纪录片《独奏者之舞》，伫拜日办报上会，现场李德阳的母校。台北教育大学校长嘛，甲毕业证书交予李德阳的牵手，表示对受难者的安慰甲补偿。我们希望在白色恐怖时期受到枪决，或是服刑，或是受到政治暴力而无法完成学业的北师的学长姐，我们希望透过名誉回复仪式来颁发荣誉毕业证书。这个要沉淀这个东西这个历史性的东西要相当的。相当一个过程了，人生就是这样子。李德阳虽然无完成学业，不过伊收集侪侪原住民的音乐，嘛编译大量的古典音乐，发表伫音乐文摘，成做台湾乐迷接触世界音乐的重要管道。那李德阳的后生就是纪录片的导演，伊讲会翕纪录片是希望甲老爸留落来音乐档案文献好好保存落来。父亲的档案文献，然后再看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还有那个时候的他所遭受到的对待，然后他怎么样去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帮台湾音乐史做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又怎么被遗忘？然后现在又怎么被我们挖起来？纪录片拍摄伫6月11日，伫公司首播，卖放起哩公司 Plus， 透过整理李德阳的录音档案、手稿等等，希望呈现过去甲现在有人记忆的台湾音乐史。记者郭金勇、李秀凯台北报道。巴西有组一个完全拢是原住民的职业卡球队，希望会当替原住民来出声，也会当打破社会对原住民的偏见。日头赤炎炎，球员咧训练，因的面有画特殊的记号。因是巴西里约热带欧洲的马里卡，一支叫做原住民的职业卡球队。因对球员甲管理层成员拢是来自巴西各地原住民。教练团拍走，去全国的部落，找到有能力却无机会进入职业体系的卡球人才。Ligar para vários empresários do Pará, de Rondônia, do Amazonas, do Acre, de vários locais da Paraíba, onde eu sei que tem comunidades indígenas, eu procuro ligar, eu procuro saber onde tem um talento escondido, onde tem um talento que não teve oportunidade,
de repente, vindo para cá, consiga se tornar um atleta profissional de alto rendimento. 球员健身训练提升技术，不过对俱乐部主席兼船长的杜佩来讲，摕到冠军并不是唯一的目标。伊表示，成立这个球队是为着对抗长期存在的种族偏见、甲歧视，提高原住民的社会地位。球员在参加比赛时，也按照传统伫身躯为战术的测绘，代表身份认同，佮有拼到底的精神。Nós queremos combater o racismo, nós queremos combater esse preconceito todo que a gente passa sobre porque a gente tem a nossa maneira de ser, né? 根据统计，原住民敢若占巴西总人口的0.8%，却常常成做暴力攻击的目标。当年拢有数百人因为土地纠纷来失去性命。俱乐部的主席期待这阵球员未来若会当踏入去传统的豪门俱乐部，甚至加入国家队，让原住民的力量伫国际脚球坛会当顶位风。镜头来到里约出名的罗西尼亚贫民区，志工甲艺术家邓无用伫车路咧画图。这是巴西4年一届的传统。伫世界脚球赛进前，社区的民众会用代表国家的黄色、绿色、甲蓝色来装饰公共空间。这种集体创作，若是为着支持国家队，也是贫民区的居民向外界展示，就算因的环境无好、真善食，因有缘有能力会当甲家己的理念、甲美学实现。O início dessa arte, né, onde a gente coloca as mãos, né, como os barracos, né, as casas, como trazer o imaginário que os moradores, né, eles são capazes, são muitas mãos envolvidas e eles são estrelas desse processo, né? 无论是伫脚球场咧拼的原住民战士，还是实现美学的贫民区居民，脚球伫巴西早就已经毋是单纯的体育比赛，伊正做社会别因群体抵抗偏见，甲同款认同靠外来，并且向外界展现自我价值的厉害的武器。即马世界脚球赛特别到啊，这个来自民间的力量，也会继续伫社会各所在有发挥。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在新闻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的气象。北部地区23度至25度，中部地区23度至28度，南部地区25度至30度。东部地区24度至28度，还有外岛地区19度至29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